周末逃離城市之超治癒海島風情。呢條桂山島一日遊路線絕對可以滿足到你。從九州港碼頭坐船出發，45分鐘直達桂山島。桂山島唔大，打卡路線分左右兩邊。今日跟住我從左邊先出發。第一站打卡超韓系嘅桂小包，多巴胺嘅配色開啟呢趟夏日之旅。再往前行200米就係全網火爆嘅斑馬線。沿住路繼續前行，就有小鎌倉之稱嘅愛民路。呢條通往大海嘅公路，海風迎面吹過嚟，所有煩惱同壓力瞬間煙消雲散。其實島上每一條小路都藏住驚喜。沿住色彩斑斕嘅漫畫牆，將漁村故事同文藝風融合。喺呢度，你會實實在在感受到呢座文藝漁村嘅精心同用心。行上天空之鏡，360度無死角俯瞰整個桂山島嘅全景，碧海藍天盡收眼底。沿住西海岸觀景長廊慢慢行，打卡海邊鋼琴，再同超可愛嘅桂小白同框合影，最後嚟到桂山艦紀念公園，聽住海浪一下下拍打礁石嘅聲音。海風入邊除咗海嘅味道，仲有一啲值得我哋銘記嘅歷史。76年前，桂山號就喺呢度搶灘登陸，英雄們用血肉之軀撕開敵人嘅防線，為咗紀念桂山號同犧牲嘅戰士們，呢座島正式更名為桂山島。最後為大家準備上島 tips，記得 mark 低。呢個週末快啲嚟感受下。